一個俾老東家嫌棄太老太貴嘅過氣車手，竟然令一間中國初創車企嘅估值2年內翻足60倍，唔係20年，唔係5年，就係730日。而1年前佢嘅年收入得9000歐元。1年前呢位法國車手連9000歐元嘅年薪都保唔住，被逼到要翻老家整電單車還房貸。1年後佢企喺世界頂級賽事嘅冠軍頒獎台上，將曾經拋棄佢嘅杜卡迪同雅馬哈踩在腳下中間。究竟發生咗啲乜？俾我幾分鐘帶你拆解呢場足以載入世界電單車史冊嘅逆襲。睇完你就會明白，今次中國續作真係唔同晒。將時間撥返去2024年底，瓦倫丁德比斯，一個喺職業賽道上面跑咗10幾年嘅法國硬漢，收到一紙解約通知。雅馬哈嘅理由特別直接，年齡偏大，性價比不足。講白咗就係覺得佢33歲啦，冇培養價值啦，人工又高，一個世界級車手。喺廠商眼裏面就剩翻呢幾個冷冰冰嘅關鍵詞。嗰時佢嘅年收入瞬間跌到9000歐元。9000歐元咩概念？換算成人民幣唔夠7萬蚊，一個征戰世界頂級賽事嘅職業車手，年收入竟然差過普通歐洲上班族。更扎心嘅係，德比斯曾經主動提出話：我唔要錢，零薪續約，只要俾我留喺賽道上面就得。但雅馬哈連呢個機會都冇俾佢，拒絕得乾乾淨淨，一啲餘地都唔留一個。喺圍牆入面跑咗10幾年嘅名就咁一筆勾銷。嗰段時間佢已經認真考慮退役，甚至喺度查老家修理鋪嘅租金，盤算住返去可以幫街坊整咩車，身上仲背住房貸，催繳單一封接一封，生活嘅重壓差唔多要將呢個征戰賽場多年嘅老將徹底壓垮。由世界級嘅賽道到老家街邊嘅修理鋪，呢個落差唔係一般人頂得住嘅。就喺佢就快撐唔住嘅時候，一通來自中國嘅電話改變咗一切。打嚟嘅係2024年4月先至成立嘅全新電單車企業張雪機車。嗰陣時喺外人眼中就係典型嘅互相將就，一邊係俾豪門拋棄嘅高齡勝將，一邊係啱起步毛都未生齊嘅國產新車廠。講難聽啲就係一個冇人要嘅老將，夾一個冇人敢投嘅新牌子，擺埋一齊可以搞出啲乜名堂。但張雪睇到嘅完全係另一回事。呢條友自己就係由泥地裏面揸出嚟嘅車手，後生嗰陣拎住自己改裝嘅電單車四圍揾贊助。冇人信一個冇背景嘅後生仔可以搞出成績，佢太明俾人睇低嘅滋味，也太清楚一個真正有料嘅人俾人貼咗個氣標籤之後，心裏面逼住嗰股勁。佢睇到嘅唔係33歲嘅年齡，係33歲積累落嚟嘅幾千個鐘賽道數據，係嗰種被逼到絕境之後，隨時準備搏命去證明自己嘅狠勁。講到張雪呢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單獨拎出嚟講兩句。中國做電單車生意嘅人唔少，但絕大多數係商人思維，揾代工貼牌，搞營銷賺快錢。張雪完全唔係呢個路數。佢14歲輟學，喺修車鋪嗰度泡咗唔知幾多個通宵，拆過嘅發動機多過好多人食過嘅飯。佢最早改嗰部車係用廢品站撿翻嚟嘅零件砌成嘅，連個似樣嘅車架都冇。後來佢就揸住呢部拼裝車，四圍比賽冇贊助，就自己掏荷包住最平嘅旅館，食最平嘅快餐。呢種背景出身嘅人對一部車好唔好揸呢樣嘢有一種近乎偏執嘅敏感。佢唔使睇 PPT 上面嘅數據，淨係坐上去就知道呢部車嘅重心喺邊，懸掛遠唔遠，剎車線性唔線性。所以佢揀德比斯呢件事，本質上係兩個同樣由泥地度爬出嚟嘅人互相辨認。張雪喺佢身上睇到當年嘅自己俾人睇唔起，但手上面有真功夫。到咗2026年初，張雪機車完成咗 A 輪融資，浙江國資背景嘅浙創投領頭戶口有米啦。張雪開俾德比斯嘅係一份年薪14萬歐元嘅合同。留意啊，呢個只係底時薪，有件事要講清楚。德比斯簽約嘅主體其實係意大利埃文兄弟車隊。2025年底，埃文兄弟車隊同張雪機車達成深度合作，成為張雪機車嘅唯一廠隊。德比斯2024年就曾經效力過呢支車隊，大家知根知底。今次算係回歸老東家。參賽嗰陣嘅官方全稱係張雪機車工廠埃文兄弟車隊，關埋門計就係一家人。德比斯本人亦都公開講過，我哋車隊係意大利嘅，然後我哋車隊同張雪機車有合作關係。
我個人其實並冇同張雪機車嘅合同，我係同車隊簽約嘅。張雪機車嘅合作方式係廠商加唯一廠隊，張雪機車管造車出錢，技術決策品牌運營，埃文兄弟車隊管具體點樣跑贏。但大家真正關心嘅唔係張紙簽咗俾邊個，係呢份合作到底俾咗德比斯啲乜？呢份合同拆開睇就三刀，第一刀底薪加獎金，底薪14萬歐，跑入前3就幾十萬歐落袋，14萬歐係舊收入嘅16倍。夠將壓喺身上嘅全部債務一次過清乾淨份站獎金，每次1到2萬歐，仲有電單車銷售提成，每年保守估計20萬歐。奪冠之後嘅各種代言最少50萬歐，起跳第二刀。合同直接簽到2028年，連退役之後嘅教練位都規劃好。第三刀，張雪機車唔單止幫佢還清晒所有債務，仲要俾德比斯擁有獨立簽約個人商業代言嘅權利。張雪直頭將佢嘅下半世安排得妥妥當當了。佢唔係請一個車手，係俾一個俾全世界拋棄嘅人重新搭起成個人生架構。好多人覺得張雪係做善事，係撿便宜，係嘥錢買個過氣老張個名。但如果你拆開筆數嚟睇，就知呢個係一個極之清晰嘅商業飛輪被低估嘅資產，低門檻進場。透過技術開放同收益重構深度賦能綁定，推動產品力質變，喺賽道上面攞硬核成績，流量變現，引爆終端訂單，最後撬動資本市場嘅槓桿，每一個環節都算得清清楚楚，扣得密不透風。張雪由頭到尾都知自己搞緊乜，但真正令德比斯決定簽約嘅唔只係嗰堆數字，而係另一件事。佢喺訪問裏面講咗一句說話，我翻聽咗好多次。張雪喺車間當住我面拆發動機，我擰過每一粒螺絲。聽到呢度我愣咗一下，因為喺傳統車隊裏面呢件事係絕對唔可能發生嘅。喺絕大多數傳統賽車廠商內部，車手淨係負責揸車，核心研發係工程師嘅禁區，絕對唔會向車手開放。你一個揸車嘅憑乜嘢掂發動機？你識乜嘢叫缸徑、叫壓縮，比叫氣門正時啊？呢度係工程師嘅地頭車手，隻手伸過嚟就係越界，但張雪機車直接打爛咗呢條鐵律。佢哋將發動機全部拆開，將技術底牌完整攤開，交到德比斯手上，一個世界頂級車手親手擰過呢部中國賽車嘅每一粒螺絲。你試諗下，雅馬哈嘅工程師會唔會俾羅西拆佢哋嘅發動機？想都唔使想，但張雪就咁做咗，而且係喺車間入面當住德比斯嘅面，一粒一粒螺絲拆俾佢睇。呢啲唔係場面，話張雪機車嘅做法同行內通行邏輯完全相反。佢哋唔係請德比斯返嚟拍廣告，行行企企，係直接將一個頂級專家看喺研發線上。德比斯自己都話，佢第一次揸上張雪機車嘅賽車時，甚至未踩上腳踏，已經提出咗一啲調整建議。你可能覺得有啲誇張，但係玩開賽車嘅人都知，一個頂級車手坐上去嗰一瞬間，屁股下面傳上嚟嘅感覺就已經話到俾佢知呢部車有冇問題。而僅僅一個星期之後，改進過嘅部件就裝上咗車，效果完美。由提意見到出樣辦到裝車驗證，淨係用咗7日呢一種效率，喺傳統廠商裏面係難以想象嘅。喺雅馬哈杜卡迪嗰度，一個調校意見由車手反饋到工程師，再到試製車間，流程行完起碼幾個月。張雪機車嘅供應鏈就喺重慶3日就可以迭代一版新樣版。呢個就係中國就做嘅底牌，唔係某一個人嘅天才，係成條產業鏈嘅反應速度。以前國產車請洋教頭，多數都係請返嚟拍個廣告就走人，合同簽完相影完人就唔見咗。但張雪係將一個摸透咗輪胎極限，可以徒手調校底盤反饋嘅頂級專家，日日浸喺工廠入面睇住工程師改避震阻離曲線。德比斯每日喺車間逗留幾耐，佢自己講過，比喺賽道上面嘅時間仲要長。佢唔再係嗰個着住賽車服影完相就走嘅代言人。佢係着住工裝褲踎喺升降架下面擰螺絲嗰個人。德比斯點樣回報呢份信任？佢用咗200幾個鐘手寫調試，記錄200幾個鐘咩概念？相當於連續25個8小時工作日，全神貫注咁記錄分析反饋每一圈、每一個彎、每一次剎車同每一腳油門嘅細微差異。唔係錄條片俾工程師自己睇，係佢一個字一個字寫落嚟嘅。後搖臂反饋偏硬。
入彎時車身姿態唔夠穩定，衝剎下沉量超出預期區間，全部係呢個級別嘅細節。針對後搖臂剛性，佢反覆修改咗3次，每一輪都重新上路跑數據，每一輪都重新寫反饋，直到嗰0.3秒俾佢啃落嚟為止。你諗下，一個世界冠軍喺世界各地飛住比賽中間，但凡有啲空檔就浸喺車間寫記錄效參數，呢個唔係敬業，係將呢件事當成自己條命喺度搏。0.3秒喺普通觀眾眼中微不足道，眨一下眼都唔止呢個時間，但喺賽車場上面一圈一圈累積落嚟，就等於半個車身嘅領先距離。落到民用量產車上面，呢0點幾秒嘅優化，帶俾普通車主嘅就係入彎時更加穩定嘅操控感受，係嗰種你甚至講唔出邊度唔同咗，但就係覺得呢部車好揸咗嘅體驗。張雪講過一句說話，我印象好深。佢話德比斯係全行最貴嘅人體傳感器。咩叫人體感應器？車速280側傾58度嗰陣，佢可以用個屁股話俾你聽，後搖臂嗰0點幾毫米嘅形變係點樣毀掉抓地力嘅。呢種數據俾電腦跑3年都跑唔出嚟，任何昂貴嘅模擬軟件都計唔出呢個精度。因為路面嘅溫度、輪胎嘅磨損、懸掛嘅壓縮量，呢啲變量交織埋一齊，只有真正揸到嗰個極限嘅人先感應到。呢個就係點解張雪要嘅唔係一個代言人，係一個識擰螺絲嘅車手。德比斯自己都講咗一句說話，我印象特別深。佢話駕駛張雪機車820 RRRS 嘅感覺與眾不同，對於車手嚟講呢係一種非常美妙嘅感覺。因為代表賽車可以帶俾你好大嘅信心，令你相信自己可以越揸越快。呢種信心唔係靠廣告詞喊出嚟嘅，係靠佢喺車間入面一粒一粒螺絲擰出嚟嘅。好啦，鋪咗咁多路，我哋睇結果。2026賽季，德比斯交出嘅成績表用炸裂2個字都唔夠形容。3月28號到29號賽季揭幕戰，葡萄牙站佢連續2回合奪冠。呢個係中國品牌喺世界頂級電單車賽事入面嘅歷史首冠。留意係歷史首冠自 World SSP 組別創立以來，杜卡迪、雅馬哈呢啲品牌對呢個組別長達37年嘅壟斷，俾佢一個人徹底打破。37年呀！喺呢之前，從來冇中國品牌企上過嗰個頒獎台嘅最高位。佢企上去嗰陣，下面企住嘅全部係一臉懵嘅歐洲人，佢哋可能到而家都未諗得明。一個比雅馬哈掃地出門嘅老將係點樣揸住一部中國車將佢哋全部砌低。之後匈牙利站再下一城，捷克莫斯特站，德比斯再次包攬雙回合冠軍，一個人攞咗2座獎杯。6月13號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站，德比斯喺最後一圈上演極限內線超車絕殺，內線超車極限剎車點遲剎1丁點就連人帶車飛出去，佢夠膽做，佢過咗。佢贏咗，自此6座分站冠軍全部落袋。葡萄牙站上光冠，匈牙利站單冠，捷克站雙冠，意大利站單冠，一個賽季都未跑完。6座獎杯已經擺咗喺張雪機車嘅展廳入面，積分榜上面嘅表現同樣令人矚目。憑住葡萄牙站雙冠收穫嘅50分，佢迅速攀升至車手積分榜前列。5月捷克站後，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車手積分榜第2位，超越西班牙車手馬西亞6月。意大利站後，佢嘅總積分達到188分，同榜首嘅積分差距由賽前嘅43分收窄至38分。製造商積分榜方面，張雪機車以190分位列第3，前2位係雅馬哈同杜卡迪。望落好似只係第3，但你要知道，呢個係一間啱啱成立咗2年嘅中國新品牌，喺歐美日係長期壟斷嘅圍牆入面硬生生撕開嘅一個缺口。如果時間返到2024年，有人話張雪機車2年後可以喺 WSB 級排到製造商第3，你肯定覺得呢條友黐線。但事實就係，事實排咗喺度啦，個名寫喺雅馬哈同杜卡迪隔籬。德比斯自己講咗句好實在嘅說話。當一部賽車開始贏嘅時候，所有人都想要佢。呢句說話太真實。賽車圈子裏面冇永遠嘅敵人，只有永遠嘅速度。你贏咗，你就係香嘅；你輸咗，你就係負累。1年前雅馬哈覺得佢係負累，而家佢成為咗所有人都想要。嗰個人果然不出所料，曾經將佢掃地出門嘅老東家們坐唔住啦。雅馬哈率先出手。
話返嚟啦，直接加薪20%，甚至翻倍都唔係冇得傾。杜卡迪條件更辣，唔單止俾高額年薪，仲送埋一間獨立屋當福利。最緊要嘅承諾俾佢1號車手首席位，全隊圍住佢嚟轉，戰術資源全部向佢傾斜。仲有幾間歐洲車隊跟住抬價，成個圍牆都等住睇德比斯會唔會走，加埋晒呢啲報價。德比斯如果跳槽，總收入可以直接翻3倍。換作任何一個人，面對呢堆條件，對眼都識得發光。一間獨立屋寫喺你名下，你老婆細路唔使跟你周圍飛1號車手位，成個車隊嘅資源圍住你啲數據嚟轉，薪水直接翻完又翻。呢啲嘢擺喺任何人面前都係難以拒絕，但跟住落嚟呢件事係成個故事最反常識嘅部分。德比斯全部拒絕晒，一口拒絕，連猶豫都冇。好多人唔明，100萬歐元年薪唔攞，獨立豪華別墅唔住，呢條友究竟圖啲乜？如果你知佢1年前經歷過啲乜，就完全明晒。1年前佢嘅年收入得9000歐元，房貸催收短信一封接一封，電話一響佢就緊張。佢主動提出零薪續約，俾人狠心拒絕。嗰陣時佢差唔多已經執好行李，準備退出圍場，呢世都唔再掂賽車。一個人喺嗰種狀態下面，俾另一個人伸手拉咗一把，你叫佢點還？呢個唔係簽個字攞錢走人咁簡單。佢後來講過一句非常直白嘅說話，德比斯冇動搖，唔係因為合同唔准佢走，而係因為佢清楚自己最艱難嘅時候係邊個伸出咗援手。佢話張雪喺車間當住佢面拆發動機，佢拎過每一粒螺絲，呢個唔係講牌面，係呢條友真係信呢部車會贏佢親手效過嘅嘢。佢知呢部車嘅極限喺邊度，佢更加知道如果佢而家走咗，張雪機車嘅研發線上就再冇人可以幫佢將嗰粒螺絲令到最準確嘅扭力。佢走嘅唔係一份合同，係成個團隊用咗2年建立嘅信任體系。呢樣嘢杜卡迪俾唔到，雅馬哈都俾唔到。你睇數據就知啦。今季機械故障退賽0次，而舊年揸第二架車嗰陣退過3次，0-3。呢個數字說明一切。一部車贏唔贏睇嘅係衝線嗰一刻，但一部車信唔信得過，睇嘅係你每一次扭油嗰陣個心有冇底。德比斯個心有底，因為每一粒螺絲都係佢親手拎過圈速，比同級快0.27秒，比2年前快0.43秒。維修區換胎平均快0.8秒，呢啲唔係作嘅，係 WSBK 官網查得到嘅原始數據。一個車手對一部車嘅信心，最終會變成維修區裏面慳翻嘅每1秒，變成彎道裏面提早開油嘅每1寸。今年3月葡萄牙站，佢揸住張雪機車820 RRRS 以3.685秒嘅優勢碾壓杜卡迪同雅馬哈衝線接近4秒嘅領先優勢。喺電單車比賽入面同開外掛冇分別。2026賽季過半就已經為中國品牌張雪機車攞咗6個分站冠軍。德比斯用冠軍證明咗張雪機車嘅研發能力確實夠硬。而張雪機車都冇辜負佢嘅信任，捷克站之後直接宣布同德比斯續約至2028年0.107秒。喺電單車比賽入面，連眨一下眼嘅時間都唔夠，但足夠改變2個人嘅命運。如果呢個淨係一個知恩圖報嘅故事，到呢度就應該完啦。好人好報，冠軍留隊大團圓，但真正嘅商業邏輯先啱啱開始顯現。德比斯拒絕挖角嘅消息傳返國內嗰陣，張雪機車總部嗰邊正做緊另一件事，睇住訂單後台嘅數據更新，然後佢哋見到一個冇人預料到嘅數字。2026年3月21號，張雪機車嘅2026款500R 同820R 兩款車型開啟預訂100個鐘入面，大定訂單突破5543台，創下國產中排量仿賽車齡預訂新紀錄。按43800嘅官方售價粗略計算，潛在訂單金額突破2個億。截至4月1號，兩款車型鎖單總量已達10066台，按均價約37000測算，累計訂單金額超過3.7個億。全部訂單預計於2026年6月完成交付100個鐘5000幾部車。呢個係咩概念？好多國產電單車品牌1年嘅銷量都係呢個數。張雪機車3日就搞掂咗。820R 嘅定價策略極具衝擊力。R 嘅版本起售價43800，搭載818.8cc 直列3缸水冷發動機，最大功率135馬力，
峰值扭力85牛米，0-100加速僅需2.81秒，極速280公里。相比同級別進口車型，呢部車用大約1/3嘅價錢，提供相近嘅綜合性能同駕駛體驗。性能進一步強化嘅820 RRR 版本，計劃於2026年6月正式上市，售價61,980，最大功率提升至145馬力，整車重量優化到186公斤。市場對呢部車嘅熱情超出晒所有人嘅預期，二手平台有人將預定資格標價10萬轉售，一個預定資格貴過部車本身。門市回應話有常待下單審核非常嚴格，但擋唔住有人加價求購，香港市場同樣火爆。820RR 以82000港紙開啟預訂訂金2萬港紙，首批配額全部售罄，預計7月到港，第二批預計8月。一位82歲嘅香港車迷訂購咗張雪機車，盛讚中國再造100分。82歲嘅老先生揸咗成世車，最後落單嘅係一部中國着造。更加絕嘅係張雪嘅一個決定，佢禁止新手購買820 RRR。佢回應時直言：我希望少死幾個人，唔好要呢10%嘅銷售量，公司都唔會死。你覺得佢囂？我倒覺得係佢成件事入面講得最啱嘅一句說話。爆單嘅時候夠膽攔住嗰啲客戶唔俾買，因為新手揸唔掂呢部車。呢個老闆在乎嘅唔係賣多幾部，係少死幾個人。135匹馬力，0-100 2.81秒，呢樣嘢俾一個啱啱拎牌嘅人揸，就係一枚計時炸彈。張雪願意為咗呢幾條命斬掉10%嘅訂單。放眼成個電單車行業，有幾個人做得出呢種事？張雪機車820 RRR 嘅整車國產化率高達97%，發動機、電控嘅車架或3大核心部件全部實現自主研發，39間核心供應商裏面，34間來自國內，分佈於重慶、廣東、安徽等省市。依託重慶成熟嘅電單車產業極群，3日時間就可以迭代出新嘅樣板。德比斯每一場勝利，唔單止為品牌捧返一座又一座獎杯，更為整條國產電單車供應鏈完成一次次面向全球嘅品牌廣告。以前係中國最造貼人哋個牌，而家係世界冠軍揸中國最造嘅車。德比斯本人嘅商業價值都喺同步爆發。2026年8月，佢開啟職業生涯首次中國行，公開行程係4日4城：8月12號南昌，8月13號上海，8月14號杭州。8月15號，成都所到之處都被舉住頭盔求簽名嘅後生仔包圍，有人由貴州坐足成晚火車趕嚟，就為咗睇佢一眼。有人用咗成個月時間為佢做咗一幅沙畫。現場交到佢手上南昌站，佢參觀車僕產業園，佔地200畝嘅園區。行完之後，佢講咗一句說話：中國品牌可以登上國際頂級賽場，絕非偶然。呢個背後係對品質嘅極致追求。呢句說話由個法國人嘴裏面講出嚟，個份量唔同晒。8月13號上海站 B 站掃樓場面一度失控。8月14號杭州站同零跑車友會面，張雪嘅師傅牙哥到場。呢個係成個行程入面唯一同張雪核心圈層公開交集嘅時刻。喺杭州車友見面會上，德比斯企上舞台，對住逼滿場館嘅幾百名中國車迷，好自然咁講咗句：我老闆張雪。台下歡呼聲幾乎冧頂。就喺幾日前，中文互聯網上面仲傳緊2個人嘅分歧傳聞，德比斯冇發聲明，冇揾媒體澄清，淨係喺第一次公開面對中國車迷嘅時候，用最直接嘅方式將嗰3個字講咗出嚟。我老闆3個字比任何公關稿都更加有用。8月15號成都天府國際賽道收官之後，8月16號佢終於同老闆張雪喺重慶進行非公開會面，2個人企埋一齊嘅相傳遍全網，評論區清一色喺度擦勁抽。中國行期間，德比斯嘅商業價值全面爆發。8月8號，安踏正式宣布德比斯成為品牌代言人。安踏方面嘅說法係，呢位目前效力於張雪機車車隊嘅法國車手，令中國機車嘅競速鋒芒為世界矚目。6月12號，榮耀簽約，德比斯出任榮耀騎士先鋒，聯名款冠軍手錶同步推出，東鵬特飲等一眾商業品牌排隊尋求合作。德比斯嘅社交平台粉絲已達百萬級別。呢啲商業價值已經完全超出咗單一車隊範疇，佢正喺度成為一個獨立 IP。佢嘅直播首秀同樣震撼。5月21號，佢喺中國直播間首次開播，特效禮物滿屏飛。
半個幾鐘網友打賞嘅數額衝到100萬人民幣。但就喺大家以為呢位世界冠軍要收穫巨款嘅時候，德比斯眉頭都冇皺一下，全部捐咗俾長沙青少年摩托車訓練隊，用來培養中國嗰啲10幾歲嘅後生車手100萬，話捐就捐。與此同時，將雪機車宣布成立小車手培育專項基金，每年捐贈100萬，定向資助11至16歲嘅中國青少年摩托車手，每人每年10萬至30萬，首批計劃資助5至10人。一個外籍冠軍車手將100萬打賞分文不留捐俾中國青訓，呢個舉動令無數中國車迷為之動容。佢由被收留嘅人變成一個反哺成個行業嘅人，估值60億，唔好急住嗌勁抽。我哋睇睇資本市場呢條線點行。2024年7月，將雪機車天使輪融資，高信資本名下基金投資2000萬，持股約9.17%，嗰時估值僅1億。2026年1月，浙江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旗下謝創投透過兩隻基金換成 A 輪投資，投資總額9000萬，估值一舉推到10.9億。2026年8月，紅杉中國1.5億獨家投資進場，投後估值直接衝到60億，由3月10.9億嘅 A 輪投後估值到8月60億，唔夠半年估值升咗約4.5倍，2年時間由1億到60億，翻咗足足60倍。浙江國資投資半年賬面勁賺450%，張雪個人身家超過40億。紅杉中國合夥人蘇海講出咗核心邏輯，真正打動紅杉嘅係張雪對產品近乎執着嘅追求，嗰份對機車同賽車嘅長期熱愛，令張雪既懂用戶，也願意為產品長期投入。我哋相信世界級產品往往誕生於對極致永不妥協嘅追求。紅杉願意同呢類創業者長期同行，一齊挑戰世界級嘅產品同世界級嘅賽場。呢個係紅杉中國嘅原話，唔係廣告詞。一間全球頂級嘅投資機構願意將1.5個億掟俾一間成立咗2年嘅電單車品牌。你覺得佢哋係睇咗財報定係睇咗冠軍獎盃？兩樣都睇咗。佢哋睇到嘅係一個已經俾實質驗證過嘅完整商業閉環。但老實講，望到60億呢個數字嘅時候，我其實有啲冷靜噃。點解？因為電單車係低頻大宗消費品，一部車用戶買咗揸好多年冠軍，帶嚟嘅熱度可以短期引爆銷量，但留唔留得住消費者，最終都係要睇產品實力、售後體系同用戶口碑。今日衝住冠軍買你車嘅人，3年後換車會唔會再揀你？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嗰個飛輪轉起嚟係好事，但每一環咬得有幾實，先係決定呢60億係天花板定係地板嘅關鍵。成條商業鏈條入面，只要是但一環斷開，譬如話夏季成績下滑、品質控制出事、供應鏈跟唔上，估值就要重新接受市場嘅檢驗。由財務數據嚟睇，張雪喺2026夥伴大會上透露，2025年將雪機車總產值達7.5億，研發後要高達6958萬，研發銷售佔比達9.33%，同期虧損2278萬。呢個係典型嘅高投入高增長創業故事。張雪機車正加快產能擴張，2026年6月斥資4848萬，買咗兩江新區生產基地用地。7月同中基中聯簽約共建規劃年產50萬輛嘅研發生產基地。張雪之前喺社交媒體透露，公司6月產量已突破1萬輛500。ARA 摩托車已攞到歐盟 WVTA 證書，標誌該車型滿足歐盟市場准入要求，可以合規進入歐盟成員國資本。睇中嘅並唔單止係一部可以攞冠軍嘅賽車，而係已經俾實戰驗證過嘅完整商業鏈路。賽場攞成績，帶動終端訂單爆發，國內強大供應鏈快速跟進迭代，三步緊緊扣埋一齊。張雪用2年時間行完咗人哋10年都未必行完嘅路，但佢面前嘅路仲好長。賽車營銷從來都唔係萬能嘅鎖匙，冠軍帶嚟嘅熱度可以短期引爆銷量，但想留住消費者，最終都係要依靠產品實力、售後體系同用戶口碑。成條商業鏈條當中，只要是但一環斷開，60億嘅估值就要重新接受市場嘅檢驗。但無論如何，張雪機車用2年時間，由估值1億到60億嘅故事，已經寫低咗中國製造業一個全新嘅注腳。世界級嘅產品確實可以誕生於對極致永不妥協嘅追求。德比斯自己講過一段說話，我印象好深。
佢話15年前中國電單車嘅水平仲未係今日呢個樣子，但我真正中意嘅係每年我都親眼見到佢哋向住正確嘅方向又邁進咗一步。老實講，我唔認為其他製造商有中國人咁努力。如果你持續進步，最終就可以達到好高嘅水平。呢段說話由個法國車手嘴裏邊講出嚟，比任何營銷文案都更有說服力。佢唔係為中國品牌背書，佢係講緊佢親眼見到嘅事實。15年前中國電單車仲俾全世界嘲笑係山寨嘢，15年後中國製造嘅車攞咗 WSBK 嘅分站冠軍。呢個跨度唔係靠錢砸出嚟嘅，係靠人一步一步捱出嚟嘅。德比斯自己仲講過另一句說話：當我見到賽車本身同張雪嘅心態時，我就知呢個唔係一件普通嘅事。我講嘅唔普通係褒義嘅。當然，如果當時有人話我知我哋會攞到呢個成績，我可能會話係冇可能嘅。但我始終相信我哋好快可以企上頒獎台。佢信咗，佢做到咗。佢將呢種信任傳遞咗俾所有關注呢個品牌嘅人。由9000歐到60億，德比斯同張雪嘅故事講到底就係一句話：最好嘅投資係令被投資嘅人覺得自己唔係工具。德比斯唔係張雪機車嘅代言人，佢係呢部車嘅共創者。佢親手擰過每一粒螺絲，手寫過200幾個鐘嘅調試記錄，喺賽道上面將呢部車壓榨到極限，然後話俾工程師知邊度可以再好啲。佢唔係為一個品牌打工，佢係用自己嘅賽道經驗親手參與打造一部可以贏冠軍嘅賽車。並且將呢種能力反哺到民用量產車上面，一個人同時擔起車手、測試工程師、產品顧問3重角色，將賽場嘅實戰經驗直接轉化為工程參數同產品迭代方案，商業價值由此被徹底打開，資金流量訂單跟住呢條鏈路重新流動起嚟。一個人俾全世界拋棄嘅時候，俾人伸手拉咗一把，佢用一座又一座冠軍獎杯回報咗呢份信任。一個品牌最唔被睇好嘅時候，賭上全部身家去信一個過氣老張，佢用2年60億嘅估值增長，證明咗呢場賭局值得。呢個唔係運氣主導嘅奇蹟，係數口計清之後嘅必然。張雪用一部拆開嘅發動機換嚟60億嘅信任，值唔值？市場已經答咗。成個故事入面最打動我嘅，其實唔係嗰個60億嘅數字，係德比斯企喺杭州車友見面會嘅舞台上面，對住幾百個中國車迷講出我老闆張雪嗰3個字，嗰個場景。嗰陣時佢啱啱拒絕完3倍年薪同一間獨立屋，佢企喺中國嘅地頭上面，主動將老闆個名讀俾所有人聽。你知道呢個意味住乜嘢嗎？呢個意味住一個法國人用自己職業生涯最後一段黃金期賭咗喺中國製造身上，而且佢賭贏咗。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講到這裡。最後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係德比斯，老東家3倍年薪加一間屋挖你會點揀？評論區傾下你嘅答案，我每條都會睇。如果你都中意呢種有溫度嘅深度解讀，記得訂閱，下次見。